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玩具人移英生活呢個頻道。今日想同大家分享黎智英傳嘅讀後感。究竟呢一本係一本乜嘢嘅書？入邊寫啲乜嘢嘅呢？點解搞到一拳書局嘅老闆同埋幾個伙計都要俾香港嘅警方帶處調查嘅呢？喺正式開始分享之前，講清楚先，我會將黎智英傳嘅分享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就係講下本書究竟講乜嘢，畢竟真係唔係人人都有機會睇得到呢本書，又或者唔敢去接觸呢本書，怕惹禍上身啊嘛。而喺過程當中，我會用硬照嘅方法將我提及嘅內容影翻出嚟俾大家參考。當然我唔會將成本書影晒出嚟俾人睇嘅，因為人哋出版本書都要賺錢噶嘛。我就將扼要嘅內容影低嘅啫。至於第二部分，當然就係我個人嘅觀感啦。好啦，我哋正式開始咯。喺正式開始講呢本書嘅內容之前，我都略略講下我點樣買得到呢一本書啦。嗱，我而家身在英國嘅曼城，我係透過飛地書店，即係阿豪仔曾志豪先生有份經營嘅嗰間書店，我係透過網絡嘅平台買入嘅，俾咗錢2-3日就送到上門啦，相當方便。不過除咗實體版本之外呢，仲有喺亞馬遜呢有電子版本售賣嘅，即係當然大家留意翻係英語版本定係中文版本啦。如果唔係買錯咗就麻鬼煩啦。我今次嘅分享就當然係中文嘅版本啦。此外，亦都有樣嘢要特別強調，喺致謝嘅地方有提及過。呢本書呢，主要係作者根據黎智英先生嘅文字啦、其他嘅訪談節目啦等等呢，去到編寫呢一本書，而唔係直接由黎先生親口講嘅。不過佢本書入邊呢，都強調佢有接觸過一啲黎先生喺獄中寄出嘅書信，所以佢喺當中呢，能夠補遺翻有關嘅內容嘅。本書一開始嘅時候，除咗前言之類咁嘅介紹文字之外，就係有一個年表，詳細咁將黎智英先生嘅活動嘅年份，例如話出生啦，邊年做過乜嘢啦，最後邊年俾人告啦、入獄啦之類咁樣嘅。話說黎智英先生係喺1948年12月8日出世嘅，佢出生嘅地點就係中國大陸啦。佢自幼就係由媽媽照顧，因為佢爸爸早就逃離咗中國大陸。佢細個嘅時候生活好艱苦啦，媽媽亦都俾共產黨迫害，佢亦都試過跟人去廣州嗰度揾食。最後到佢12歲嗰年，佢決定離開呢一個嘅地方，走去南方嘅香港。當佢成功坐偷渡船上岸之後，心裏邊就想到，我從一個污糟邋遢嘅地方嚟到呢度。污糟邋遢並唔係單純指環境嘅污糟啦，佢特別強調嘅係人性嘅醜陋。喺中國大陸生活嘅日子裏邊，令佢充分感受到中國喺共產黨治下人性醜陋嘅一面。於是乎，佢立志就喺香港呢笪土地重新開始佢嘅生活。有一樣嘢令我覺得好震驚嘅，係一個12歲嘅小朋友由中國大陸嚟到香港，佢除咗喺一間製衣廠嗰度打工之外，竟然佢最想做到嘅係學好英文。
跟住落嚟就講佢點樣喺製衣業打出名堂啦。佢當時有一個嘅手段，又或者叫奇招，就係佢首先將一啲衣服嘅款式做好，但係全部都係做白色嘅。但係當啲客咧要啲乜嘢顏色、乜嘢款式嘅時候咧，佢先至攞嗰啲成品衫去染色，結果佢就可以非常快速咁交到貨俾客人，令到佢成功咁喺製衣業嗰度跑出。其實黎智英先生嘅商業頭腦，又或者靈活變化，顯然係佢嘅天分嚟嘅。書本入邊根本從來都冇提及過佢點解會咁樣做，淨係交代咗佢曾幾何時咁樣做。不過呢啲都唔係讀者最關心嘅。如果想知道某某富豪點樣發跡，不如去睇下其他嗰啲咩李嘉誠傳啊，諸如此類嗰啲，可能仲賺多啲添。我哋當然最關心嘅就係黎智英點解會走上民主抗爭之路，甚至無點樣得罪咗共產黨啦。其實好多人走上抗爭之路，或多或少個路徑都係一致噶啦，咪就係8964咯。當年天安門嘅民眾，包括學生啦、工人同埋其他嘅參與者走埋一齊，向共產黨爭取民主。當時嘅黎智英就覺得，哎呀，原來中國人覺醒啦，中國有救啦。佢除咗喺感情上面覺得中國可能有救之外，佢仲身體力行去支持呢件嘅事務。佢印咗當時嘅學生領袖柴玲啊、吾爾開希啊、王丹啊咁樣喺佢佐丹奴公司嘅 T 恤上面籌到款，仲要將呢啲錢捐上大陸支持呢一次嘅民運活動。事件當然由共產黨血腥鎮壓平息咗啦，但係同樣地，黎智英嘅舉動亦都觸動咗中國大陸嘅神經。佢本來佐丹奴公司喺中國大陸係有開分店嘅，但係經過6·4之後，佢嘅公司喺國內嘅經營環境就出現咗好大變化。最後佢乾脆將公司嘅股權全部售出，直接同佐丹奴嘅生意割席，避開共產黨嘅影響。後來佢由成衣製造商轉行做咗傳媒嘅老闆。佢先後創辦咗一周刊同埋蘋果日報。本來開辦傳媒冇乜特別，但係問題就係一周刊同埋蘋果日報嘅風格，佢哋嘅無所畏懼，又或者深入報道，直接令到成個社會產生咗好大嘅影響。當然最唔想佢哋咁做嘅，梗係利益集團，又或者政府啦。由於傳媒，特別係華人世界嘅傳媒，好多時都受到廣告商啦、金主啦、政府啦等等嘅影響，佢哋往往唔敢報道一啲對佢哋啲米飯班主負面嘅新聞。但係蘋果日報又或者一周刊就打破咗呢個常規。肥佬黎覺得佢銷售嘅嘢係人哋唔敢銷售嘅，於是乎喺某個角度嚟講，佢嘅傳媒就變咗好似獨市生意一樣，越做越好啦。另一個佢嘅傳媒嘅轉捩點就係發生喺03年。03年發生咩事？就係基本法23條立法啊。當然以政府嘅角度嚟講，梗係知道唔會冇人反對啦，甚至冇有人策動喺7月1號進行遊行添。不過佢哋最估唔到嘅就係喺蘋果日報大力推廣底下，
當日竟然有破晒紀錄嘅50萬人上街遊行，直接令到葉劉淑儀同埋董建華先後下台，亦都令到共產黨對黎智英充滿咗戒心。共產黨驚黎智英啲乜嘢？第一，佢有傳媒，佢有資金，最恐怖嘅就係黎智英有動員能力。呢三樣嘢正正係極權政府最害怕嘅。當然，共產黨唔係冇應對方法嘅。有錢嘅人大把啦，有傳媒嘅人亦都唔少，有動員能力嘅人亦都可能有嘅。不過其他人可以收買，但係肥佬黎對錢銀冇乜所謂，佢亦都唔好色，甚至冇佢係一個住家男人，冇乜嘢特別嘅社交活動，所以種種嘅收買手段對於佢嚟講都冇乜作用。隨住時間推移，輾轉間就去到2014年，當年最轟動嘅當然就係雨傘運動啦。黎智英除咗喺傳媒嗰度去報道呢單新聞之外，佢甚至冇成為咗一個切切實實嘅抗爭者，走上街頭。喺79日嘅抗爭運動入邊，佢有好多時間都喺金鐘嘅佔領區嗰度度過嘅。佢甚至冇俾一啲惡徒掟佢一啲豬嘅內臟，搞到成身污糟邋遢添。喺運動過後，黎智英試過俾警方拘捕，但係後來冇作出起訴嘅。之後2年，即係2016年，就爆發咗魚蛋革命。當時蘋果日報又或者黎智英並唔認同呢一次嘅社會運動，佢譴責有關人士係暴徒，直接令到黎智英本人同公民社會產生咗好大嘅矛盾。呢個反映咗黎智英喺抗爭嘅路線上邊堅持一種叫做非暴力嘅概念嘅。及至2019年，蘋果日報喺報道反送中運動嘅時候，一改佢以前反對暴力嘅立場，提倡和勇不分。喺呢個嘅宣傳底下，令到抗爭者唔再保持住任何一種嘅立場，產生對立，成為咗一個好堅強嘅對抗嘅陣營，直接令到政府充滿咗壓力。之後發生咩事？之後嘅嘢我估我唔講，大家都會記得啦啩。如果唔係，我而家都唔會喺英國啦。某程度嚟講，黎智英嘅人生好似係香港爭取民主嘅一個縮影一樣，由8964啟蒙到佔中、雨傘運動，甚至無魚蛋革命，到最後19年嘅反送中運動，我哋走過好多嘅路，我哋有成功過，有失敗過。當然最成功嘅就梗係由黃之鋒主導嘅反國教運動啦。嗰陣時人民充滿希望，以為政府真係可以咧透過抗爭咧屈服嘅。可惜到最後一切都事與願違，可能好多人都會好失望，當然包括我在內啦。不過黎智英喺入獄之後彰顯嘅嗰種唔向強權屈服嘅表現，其實正正就係仲想香港可以爭取到民主嘅人一個好好嘅教育。我哋唔係要用暴力，我哋亦都唔係要去跪低，我哋反過嚟係用我哋嘅信念繼續走落去。當然留喺香港梗係好多風險啦，但係問題就話，喂，你唔向政權下跪，
唔表示佢會拉你嘅，要拉你，你唔認罪，佢都吹你唔脹嘅。從書本裏邊提及到黎智英喺入獄之後，即係當然赤柱監獄梗係生活得唔係好好啦，個生活環境，但係基本上佢仍然享受到某一啲佢認為可以自由到嘅自由嘅，例如話佢可以讀書啦，佢又可以畫畫啦，佢當然可以祈禱啦，可以同外邊書信來往啦。某個角度嚟講，佢喺入邊嘅影響力分分鐘都唔少過佢喺出邊嘅影響力，特別係喺國際上邊，呢個都好值得我哋去留意嘅。總之一句講晒，如果大家仍然對香港爭取民主抱有期望嘅，就千祈唔好放棄，唔好以為又舐又跪先至係生存之道。其實我行我素，做翻自己應份嘅嘢，唔向惡勢力下跪，根本冇人奈得你何，冇人吹得你脹。大家加油啦！今次分享就係咁多。如果大家喜歡我嘅片，就請 like、share、subscribe 同埋俾個 comment 我。下次見。